这个美国有一出真出名的电影，叫做《新贵高峰》，主要是咧讲一个少年的诈欺犯，扮做老师、扮做医生、扮做律师，甲人骗。如今这个电影的真人版竟然嘛伫台铁发生了，有2个高中生穿着台铁司机员的制服，竟然是实习的司机员要坐便车。也毋过问因真侪问题，伊拢无法度回答。列车长阁甲因翕相，问其他的同仁，嘛拢无人熟悉。这个时阵，这悍告的行为才来现光。高中生扮做技师，阁扮做医生，毋但互真侪查某囡仔拢真介意，阁趁真侪钱。电影《新贵高峰》的故事情节，即马真正伫台铁发生。画面当中穿假，阁有后壁穿白衫的2个查甫囡仔，真专心咧看头前，看起来真有班。不过后来才发现，因竟然只是高中生。他只是说他是见习司机，也是要来看路线。然后路线的情况下，在操作上面都没有让他们去操作嘛。台铁调查发现，代志就发生伫4月16日支线2712车处。这2个高中生穿台铁制服，地驾驶帽啊，阁拖行李。列车长甲2个人带入去柴油车驾驶室的外口，无入去驾驶室。不过伫开讲的过程当中，发现2个人衫拢毋知才别空。不过安尼代志毋是头一摆发生。伫7分钟内，伫明德有铁道迷走入去长咧驶的台铁 PP 自强号后壁驾驶室，各翕影片铺伫网络顶顶，看起来真过瘾。不过律师讲，安尼行为已经违法。明明就不是台铁的专业驾驶，却潜入了台铁火车的驾驶室里面，甚至操控鸣笛这样的行为，依照铁路法第68条之1第3项的规定，是可以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发生铁道迷假做司机员，或者是入去驾驶室，台铁安保问题阁引起讨论。我们那个钥匙都是外面厂商做的啊，那个钥匙是很简略的，只是做一个锁的一个动作而已。针对这个监视器的部分里面哦，要彻底的来一个执行。面对最近一直发生的状况，台铁嘛讲已经报警，嘛加强来检讨驾驶室的管制措施。只是这驾驶室这么重要的所在，是凊彩一个人拢会使凊彩出入，若是无细致去卡到什么设备，造成的后果恐惊的不堪设想。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